首先，我為大家介紹 OpenQuiz 嘅練習題目指南工具。呢個工具可以運用喺不同科目上面，例如中文科應用中文、英文科應用英文以及數學科。當我哋登入 OpenQuiz 之後，再選擇練習，然後就會出現小學1年級至6年級嘅選項。選擇孩子所讀嘅年級，再選擇科目。而家我會以小學5年級數學做示範，然後選擇數學。喺數學畫面，我哋會見到科目主題、範疇細節及提交案件。我哋嘅所有數學科嘅範疇均係根據香港教育局最新課程大綱設計，盡量符合我哋香港小學生嘅要求。另外，我哋嘅數學題目均有中英對照，適合不同課程嘅小學生。而家我就會以多位數主題做一個示範。我哋首先可以了解多位數嘅範疇，點擊範疇細節就可以了解細節，然後選擇多位數，再按提交。我哋嘅版面就會出現咗有關呢個主題嘅問題練習，可以讓家長了解小朋友係唔係理解科目主題。依家我會做一個回答問題嘅示範。我喺每一條問題都會選擇第一個 A 答案，然後按檢查答案。正確嘅答案會用綠色表示，錯誤用紅色表示。每一個正確答案，我哋都會有佢嘅解說，令小朋友更加明白正確答案原因。如果你想準備一個練習小測試俾小朋友做，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生成 PDF 案件達成。經過一陣之後，生成咗個 PDF 就會分開咗問題同埋答案。家長可以好方便打印啲問題俾小朋友做，亦都可以方便同佢哋一齊去檢查答案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個功能，快啲申請成為 OpenQuiz 嘅會員啦！